所以今仔请阿文就是讲为广播这方面，包括伫电视、台语台包括电台、中央广播电台这方面，台语会安怎做？所以咱这是未来一个方向。咱即摆就用热烈掌声来欢迎阿文来，阿文来甲大家欣赏者介绍你要讲的主题。好，大家平安，大家熬早，真久无暗大家来见面。其实嘿，其实我有人的电话声，好，咱搁等一下啦吼。我关起来。好，好，搁一摆，甲大家请安问候一下吼。今日要和大家来分享，就是台语传播的这个进行式啦吼。为什么叫做进行式 ING 啦？就是讲咱这个公共的这个台语传播吼，若是要甲算起来吼，最近咱安尼去甲算吼，就是讲伫咧公司台语台吼开始了后，咱甲算元年啊吼。咱来算元年的话，即阵已经是第5年的这个时间阿明过去有3年半的这个时间通好伫遐做参与啦虽然即阵无搁伫公司台语台但是咧即阵伫另外这个公司咱会小改掉啦就是讲即阵要做的是国际传播的这个部分国际传播其实阮中央广播电台有20种的这个语言其中的台湾台语用台湾客语也是广东话。也是讲这个华语主要这4个语言目前是我咧负责的所以要安怎把这个语言推送出去其实要比这个公司台语台更较注心安怎讲呢？因为咱要把这个语言国际化，毋那是本土化安尼尔因为阿明伫咧公司台语台咧做的，就是将这个台语安怎互伊和这个国际当做一寡接接伫咧迄个时阵嘛，做真济这个思考的这个方向伫论坛节目内底去讲国际去邀请侪国际人士甚至是这个英语的日语的拢来节目我则甲因翻译做台语安尼另外咧，我嘛另外做迄当阵的这个国际新闻所以伫国际新闻，我有走去美国一撮。迄当阵咧嘛去这个美国这个台语学校伫 Washington DC 就是因为这个内底准年啦因有得到这个教部共款是本土语言的这个贡献奖所以咧迄当阵就思考讲台语咱若是敢若台湾人台语科咧讨论，咱安怎互伊行向国际即阵拄好伫咧公司台语台以外我找到另外一个方式，会当甲咱台语搁较撒出去所以因过即个咱讲无论是主持人的这个身份，还是讲主播的这个身份，即阵来到这个中央广播电台变做是节目部的这个副理啦所以会当去思考的物件搁较官方搁较观瞻会当这个眼界因过这个我的节目叫做台湾新眼界即阵的眼界咱会当搁较视野放互较宽，放互较大咧这是我即阵有开始咧思考。嘛，阮开始咧做的这个部分啦好，另外咧，这是阮中央广播电台的一个网站啦头拄仔有讲到有华语主要是要对中国来去做宣传就是甲咱台湾的故事、台湾的观点，甲伊传送到咱的这个对方，互因了解讲台湾真正会当互因了解的这个物件咱讲这嘛是一种对台湾好的观点、好的故事的这个宣传另外对中国地区、东南亚地区，甚至是北美的地区，全世界拢会当听到台湾台语的这个节目伊透过这个底坡的这个方式台湾的这个客语嘛是共款另外咧针对广东话嘛是有一寡这个咱讲节目互咱讲会当沿海遮的，也是讲广东、香港、澳门的人遮来听到啦所以即阵毋若是敢若台语尔但是台语会当安怎透过国际传播互搁较侪人知影这是即摆我的这个使命甲任务啦好，另外特别回归咱讲今仔日的这个大主题，或者是台语传播的这个进行式所以 ING 咱头拄嘛讲到自公司台语台成立到今其实台语的传播用过甲即阵有一段时间是咱用过挂喙齿的这个时间
啊，不是个咱真有感谢咱讲真侪前辈伫头前为咱拍好真侪基础，咱台语传播的进行式我是用较即个咱讲接近的即个年代用公司台语台，不是个咱讲这传播的这进行式，一定是会一代传一代袂好断去啦所以头拄安珠老师嘛，小概讲咱这个新生代的这个台语传播人才会当安怎过来甲推测是我今仔日讨论的重点。另外咧，这个去年的时阵，我受这个孙聪老师啦邀请写稿这个稿咧共款是要讨论讲这个台语文的这个媒体海内外做一个咱讲差不多1000字的这个小概。当阵我就开始咧思考讲自前辈因咧推测的这个时阵，咱爱开始复兴的这个时阵其实海外嘛是一个真重要的这个点啦阿面有2、3届这个机会拢伫咧美国伫遐做学生囡仔也好啦也是讲做这个特派记者也好甚至讲搁一届去采访也好有3届这款的这个经验内底就去认识到是讲熟悉到真侪咱讲伫咧做台语做推测的这个人先无论讲因即阵用的，毋是咱教部即套台罗，也是讲因过即个白话字，因有另外一个现代文书的即个系统，不是个因的即个心共款是和咱斗阵的啦咱等下讲一寡台语传播的即个内容迄当阵咧写的时阵就先回顾过去伫咧咱讲 Los Angeles 即个台湾通信伫咧1991年的时阵这个郑良光先生这个前辈来发起的有即寡这个基础了后，咱过来回过头，咱讲这个平面媒体行到咱讲影像的这个媒体电视媒体复兴路，就搁写过台语台另外是去年的时阵，拄好是咱台湾电视的这历史满60档的这个时间今年我搁开始咧写讲族群传播的这个媒体亲像客家台伫咧2003年成立咱讲这个2007年的这个时阵是这个原住民族电视台咱台语台有影万人这个10几档不是说咱这个脚步其实是比其他的这个族群行搁较紧，行搁较这个窄啦这嘛是咱讲这个人口数有够讲台语的人口数有够，不是说咱讲这个人口数也是对袂着即阵华语的这个人口啦所以今年我开始咧写的是咱讲族群媒体但是咱袂当把这个台语公司台语大概当作是一个族群媒体来看待伊毕竟也是一个福建语言的这个媒体咱若是要讲族群其实这个族群的这个成分也是讲概念真宽真大包啦咱把台语台定义叫做这个推测台语的福建台语的这个电视台，伊会当有安怎这作为当阵嘛讲电视媒体复兴路其实真长但是因为咱讲即阵伊受到的这个环境真正无亲像讲迄当阵敢若台视高一台伊的收视率会当40%、50%甚至80%即阵呢公司台语台即个咱讲即个趴数收视率可能是用0.几0.几就是千分之几的这个意思几千个内底敢若一个人几千万个可能敢若几百个人咧看这有当时是这个数字去定现的不是个这数字的调查其实有伊的这个咱讲较无法度真正测到伊真实的这个数字啦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不是个咱嘛讲，咱即阵开始至少伫咱的这个台语课内底咱有法度把咱的这个内容透过即款的这个媒体，互伊传送出去这其实咱讲即阵媒体挑战是有尤其是福建语言的媒体挑战，伊竞争的对手是主流的华语咱要哪拍败主流的华语，这嘛是台语传播，咱等下会去讨论到。好，所以咧即阵咱嘛看到讲伫咧社群媒体也好，也是伫咧新媒体也好开始咱就爱做路这嘛是沿用着咱讲嘉明有即个咱讲金曲奖的即个歌王啦伊的即个歌有路咱就即个无路咱就了解啦
咱无落的时阵，咱伫台语的这个媒体，咱会当安怎？咱就开创一条这个新的路。啊，去年的时阵，大家有开始看到讲，这个 Facebook 也好，Meta 也好啦吼，迄当阵推出着一个，咱讲会当英语对台语，也是台语对英语，这个 translation 翻译的这个，咱讲对译啦吼。你讲台语，我翻做英语互你听啊，翻做英语以台语互你听。但是这款的这个，咱讲新的这个语言的这个工具啦吼，伊也是有一寡欠缺的这个所在。虽然迄当阵，咱会看到讲讨论都真悬啦吼，不止个咧，咱会看到讲伊的这个咱讲 interface 吼，就是伊的这个使用的吼，一寡装备也袂好完成啊，所以你有当时啊，英语吼真简单的互伊，啊伊的语法无法度真正对同安尼甲斗起来。啊，不过这嘛是一个新的这个开始。啊，另外咧，即阵咧讨论的就是讲，咱伫新媒体，啥物叫做新媒体？咱讲英国开始有报纸，尾也有广播尾也有电视，另外网络出现，咱家叫新媒体。即阵佫有或者是 generative 吼，咱讲 AI 吼，就是会当生物件出来。即款这个 AI 媒体会对台语的媒体、台语的传播。有啥物款这个影响？这拢是咱未来会去开始接触到，也是讲思考到的。这是初甲大家讲一个大的这个面向所以咱讲到即阵，咱的这个挑战才开始但是咱会当安怎用这个新媒体，甲台语的这条路拍开头拄我嘛讲到，一个中广播电台伊毕竟也是一个传统的这个媒体，伊今年就要95岁伫咧9月时阵，阮会办一个大庆。95岁这个旧媒体，你安怎互伊有一个新的生命？阮安怎去做一寡呈现？当然爱较咱讲这个大头开、接头开咧所以咱讲嘛是爱做一寡除了广播以外的这个物件啦所以阮开始有一寡这个创新，这嘛是含我过去咧做的小可无共款。我看过去咧，咱就是邀请一寡专家学者啦来去讨论较深的这个议题。当然咧，有人讲哇，恁讲的伤深真歹接近但是咧，咱会当用安怎较深的这个物件去互学生囡仔接近这个今年的这个2月甲6月这个嘛感谢师大台文所的这个系主任就是柯慧茹老师邀请我因为我即阵也是伫师大台文所读博士班即阵是博士候选人所以老师咧邀请我去师大开一节课，或者是台语传播这节课台语或者台语传播安怎来教学生咧等下再讲但是先互大家来看讲我的学生我甲伊邀请入来，要互因有啥物款新的思考因安怎开始接触台语这个物件，也是讲因的意识安怎培养，安怎产生咱的媒体会当安怎帮助因。咱先来看这段访问。大家讲台语，做伙讲台语。大家好，我是阿明。大家好，我是天雄。大家好，我是万文。这个咱讲天雄是台大历史系的学生，咱的万文呢是咱的师大教育政策有啥物系题教育政策研究所。研究所啦伊是一个足长的名，名记袂起来不是甲咱讲少年真正有心要来学台语，先来问天雄天雄是安怎要学台语咧？我是为高中的时阵，因为听到林强的歌，感觉伊的歌真好听。来，你先来唱两句。再会吧。啥物拢唔惊。老师来讲。向前行。所以你有接触到林强的这个歌。对。所以你拍开你要学台语这条路。会使安尼讲。是毋是一个故事？就是讲，听讲你是要准备一个比赛，是毋是？是啥物款比赛？是就是阮学校会举办一个合唱的比赛，大家就爱选一条歌。不过我看到就是第一名的歌，基本上拢是英语甲华语想要介绍台语的歌，大家拢较无法度接受。所以有歹势，字毋对。好，无要紧，咱搁继续一下我要甲伊变做是。
好，头拄互大家看的是即阵阮开始咧做的物件啦吼，我甲伊叫出来吼，等我一个歹势。好，安尼有看到无？有看到无声？好，无声好，无要紧，即段影片咱就先放到遮啦。拜三，拜三。这个咱头拄仔看到吼，就是即个我的学生囡仔吼来上我的即个节目啦吼。啊，有的咧是无共下啊吼，亲像头拄仔放的即个查甫吼，伊是台大历史系，啊，另外咧是一个研究所的即个学生吼，或者满文啦吼。满文咧伊是即个教育政策研究所的即个学生，所以咱即阵咱看到讲台语传播已经有吸引到一寡人，啊，即寡人咧。伊毋是台文系，不过伊对台语有一寡较思考的即个方向，所以咧，我就开始想讲，咱会当安怎栽培这个台语传播的即个人才吼？自学生囡仔开始，我就开始教讲，咱等下嘛讲着吼，台语的新闻也好，台语的广播也好，也是讲台语 podcast 你要安怎做啦吼？所以咱即个台语传播即个人才培养吼，即个课程内底，我是安尼粗粗来安排。另外讲到一寡即个较深层的台语传播，若是会当变做一个学科，也是讲即个甲现象甲伊倒换来，即个传播的即个现象，咱甲伊收集起来，当真正毋是干那传播实践咧做，若是亲像讲，一个新闻系，一个传播系，即个传播系内底后摆可能咱要有一个台语传播的即款学系出现甲即个人才真正甲考我来，因为咱讲即阵无论你伫台语大学好，也是讲伫咧中广播电台其他电台，你要找到一个会晓做传播的技术的人，伊佫有台语文背景的人，其实即阵的栽培拢是真少的，所以咱讲台语传播爱行向什么款的路，自现象，咱看到的现象出发，咱来进一步来打进前。好，即阵咱要来讲的就是即个前一站即个引起咱台语传播一个真重要的即个讨论啦即个讨论咧，咱就要来好好来讲就是即个金曲奖歌后郑宜农，伊当阵咧伫咧金曲奖头顶无讲台语引发着侪的讨论。咱即马先开放大家来。讲两种想法，还是三种想法啦？有人要举手无？有无？免笔数。有人讲伊是假台语啦。伊假台语。其他的老师有啥物意见无？请发表你的看法。来，有无？好，大家拢真笔数无要紧。好，无要紧，我先讲者。好，老师。有人是讲你要。摕台语的歌手比赛，结果你家己一句台语都袂晓讲，即就是教务即马甲咱传统的演说比赛改做情景式演说，共款的方式，就是讲有的人是靠台语即种物件来摕奖，不过伊本身并无台语的能力，安尼颠倒是甲伊唱台语的人迄机会甲剥削去，我感觉较毋好，这是我的看法。是感谢安珠老师啦其实。当阵咧，我的心情咧看金曲奖我自头看到尾，上期台当然嘛是即个台语咧要颁奖的即个时阵，迄当阵我的心理就是讲，你讲一句就好，拜托一句就好迄种心理歌手女歌手伊摕着第二届伊佫去的时阵，伊当然是感谢台语互伊的即个养分讲互伊即个语言互伊学遐。咱讲甲头打落来，颠倒，咱讲伫迄个场合内底是安怎？伊无要讲台语，是等下我想要去讨论的就是讲，其实迄个机台，是咱做台语的，要推销台语的，迄个机台是讲一句就好。伫即个场合内底，咱已经压迫足久有的人真侪讨论嘛是讲，金曲奖，即个历史
英国咧吼，第二届时阵吼是一个台语歌手，我袂记啥物人提起啊，啊，所以尾首咧就甲即个咱讲号名吼，就甲即个方言，佮甲伊放入去，啊，伊要甲华语做正统嘛吼，啊，咱讲2018年已经语言政策吼，国家语言发展法已经有即款的即个示范的即个作用啊，啊是安怎？咱有遮侪补助，伊个毋伫即款的即个场合内底来去讲台语。吼，伊当阵就开始真侪讨论。啊，即回咧，咱开始就要用即个台语传播的即个概念，也是讲思考，过来进一步来去看啦吼。好，即个是可能一个作家吼，因为即个事件伊有一寡声音啦吼，伊讲伊要用即个交通交流即个方式来去做一寡想法的即个传达啦吼，伊讲吼。有一个场合内底，大家因为有中国人嘛伫遐，所以讲咧，伫咧美国用华语来去演讲，互中国籍的即个听众，迄个场合应该是台语口仔的即个演讲，不是讲伊讲有一寡中国人伫咧现场，本地即个台语口仔的即个演讲，大家就先讨论讲，咱是毋是用华语来去做表达，互因听有，认同即个理念，要互因理解。所以因当阵有先讲先品好就讲，无咱即场因为有中国人伫咧，咱就要互因了解，互因知影咱的想法，所以咱先用华语来讲。啊，这嘛是含咱即个咱讲讨论内底就是讲，有当时咱的台语讨论咱写台文也好，写即个白话字也好，伫咧面册头顶。啊，有个人就讲，你若无写即个华语，我就先补一个，你若是用华语，我就先补。为着要搁互较侪人理解知影，好，这是一种做法。啊，伊讲咧，语言就是干那即个交流的工具尔，甲有爱台湾也无，是无关系。好，这是一种看法。本字课我较即个遵循的是即个阮师大的即个老师慧茹老师伊所讲伊伫即个自由时报伊所写出来，即个咱讲这个文章啦伊讲咧最近几啊冬台语出现两种新的这个刻板印象就是老师化和文创化。当然老师咱真正爱有这个体制这个物件互咱台语甲伊复兴起来，还是讲复振起来复振起来。不如过来咱讲伊袂当离生活差上远，这是老师的这个讲法啦另外今仔要和大家讨论的是文创化文创大家咧讲。若是敢若用台语要去推广，毋是讲推广毋是要推广是要得奖，这就是可能走向文创化。我敢若借用一寡台语的元素，来去咱讲呈现伫咧我的歌内底，我的作品内底，这可能就是有一寡新的刻板印象的文创化，这伫咧内底，这嘛是即寡争议柯慧茹老师甲伊点出来。一大原因啦所以这个文创化可能是这个台语传播内底另外一个现象，咱要去注意的。所以咱讲台语传播咧推销有真侪种，你会当透过补助，你会当透过自媒体补助当然是鼓励因遮人，自媒体是我家己主动出发。但是咧主动出发，伊当然和生活的这个季节较亲所以咱等下嘛讲到到底传播，咱会当安怎去甲伊倒挖来好，另外咧，这个慧茹老师伊个强调啦伊讲最近咱看到台语文创的这作品常常是听到一款素材甚至是一款装塔装塔当然是华语讲的这个装饰啦这个装塔毋是主体所以咧有一寡台语的文创作品的这个作者强调家己毋捌台语佮通得到少年人的认同甚至理落得讲现处时的这个环境内底，就是无台语这就是头拄这个郭英安祖老师所讲的这相对共就是讲真正你的生活内底就无台语，你真正是家己做装塔这可能是一种假台语。不是个咱嘛是尊重讲有人用这个咱讲素材台语的这个素材，不是个咱会当。甚至要求啦，嘛毋是讲要求啦希望会当咱讲伊的作品和伊的这个咱讲
生活是会当捌，啊，即款的物件听了可能会搁较即个感动人啦吼，这是我的即个看法啦吼。所以咱讲头拄啊，文创即个台语传播的新的即个现象，值得咱去思考。啊，这是我看到一种传播的即个部分。另外，回过头咱来讲语言的部分，啊，这是传播理论的一个概念，哈，叫 spiral of silence。什么叫做 spiral of silence？ 哈，这个华语叫沉默螺旋，哈，啊，面就甲想办法甲伊翻做台语，哈，啊，翻做台语我会安怎讲？哈，翻做台语我都变做是，这个咱先来讲，这叫做点点啊，哈，点点螺仔粉，哈，你会看伊的形，哈，有成一个光螺仔的，哈，光螺仔风的这个款形，哈，啊，沉默螺旋就是迄个螺仔，哈。啊，点点，为什么点点？吼，人会惊被孤立，吼，这个孤立当然是台语和华语的这个共同词啦，吼，人会惊被孤立，会伫咧意见表达出现西瓜歪大饼的这个现象，或者是选择去点点的两种可能性。啊，咱甲即款的这个现象，吼，台语传播，吼，是讲郑义龙伫咧金曲奖这个场合内底，因为什么点点，吼？螺仔吼，的气氛伫内底，因为金曲奖较早互包装就是一个华语的流行音乐奖，啊，迄个时阵呢，伊可能要有迄个西瓜歪大饼，还是挖大饼迄个部分，所以台语去点点啊，即种可能性，所以致使虾米款的这个情形出现，会致使强势愈强势，点睛的愈点睛，好，就伫咱即个意见吼。这个强势，还是讲语言环境内底，伫迄金曲奖内底，伊会愈强势。但是咧，这会当改写，会当改写这个光螺仔，安怎改写咧？若是一千个内底有一个讲台语的人，伫金曲奖出现，你的这个气氛会影响会倒摆过来，吼，这是另外一个，吼，咱讲改写这个华语的沉默螺旋，就是讲点点螺仔粉。诶，这个部分吼，螺仔粉的粉就是气氛的意思啦，我甲伊简省几啊字啦吼。好，咱搁当来看即张图，头拄仔咱嘛讲着吼，这个红色的表示华语的愈来愈红声吼，用即款的这个华语的沉默螺旋吼，点点啊螺仔吼，点点螺仔风啦吼，这个优势意见愈来愈大声，语言共款，优势语言愈来愈大声，啊，弱势语言愈来愈细声。吼，所以这部分咱安怎甲伊颠倒摆？吼，这是咱即阵咧做的。吼，咱无毋望讲过去的这个点点啊螺仔风，吼，这个螺仔粉啊，吼，即款的这个现象继续出现，所以咱来这个举手。啊，迄当阵咧讨论的时阵吼，真侪人伫我的卖奖页下底吼讲，哦，恁就是这个大佬啊啦吼，啥物有诶无诶啦吼，讲一下足歹听诶话吼，啊，不如讲咱嘛是尊重因啦吼。不如咱安怎改写即个气氛？吼，咱台语人安怎改写即款的台语传播的即个现象？啊，自语言即个赞助，甲传播即个赞助，咱会当好好来去做一寡思考。对什么场合会当讲台语？咱安怎改写即款点点螺仔粉的即个传播的路线？吼，就爱靠侪即个优质啦吼。咱爱甲所有的即个气氛吼改变，啊，即个气氛的改变。吼，毋若是即个生活即个场合，吼，你即阵开始啊，吼，伫你的即个工课场内底，也是讲吼较正式的即个咱讲场合内底，即个传播的即个气氛、传播的路线，都要开始改写。吼，一千个拢讲华语，敢若你讲台语，但是你会开始影响你的人际，吼，咱讲身躯边的即个吼，即个咱讲壳啊，开始咧影响，伊的面就开始扩大。啊，这嘛是传播的这个概念，啊，所以打进前，啊，先讲到这边，哈，所以咱过来看讲传播到底这个意涵是啥物，咱安怎含台语传播来甲伊斗相活？啊，其实咧传播就是咱人吼，透过符合信号传达啊，接收回馈的这个动作啊，这款活动啦吼。另外咧，咱讲着吼，这个是咱人互相交换意见、思想。情感互相理解和影响的过程，好，真好理解啦吼。符号是啥物符号？
符号可能是一个咱讲一个字台文字也好，咱等下当搁看信号有人甲你下手这拢是一个传播的这个过程，传达接收。这个传播的过程其实是你要等去，搁有人接收这个传播的这个活动，这是一个成功的活动哦。所以咧，另外传播伊重要的这个概念就是讲，其实咱咧交换意见、思想情感，其实咱的这个世界充满这个传播的迄个现象。伫咱生命每一个时阵每一个时刻，拢咧进行传播的活动。咱就想着讲，自细汉。这个传播的现象，自这个阿母甲你生出来，你开始咧吼，这其实就是一个传播的这个活动伊的声音，伊吼出来声，可能代表伊这个囡仔红婴仔是健康的，不是个咧迄个咱传达的迄个自咱红婴仔迄个第一个口，咱是无意识的，迄就是一个真生理的这个反应啦但是这嘛是一款传播的这个现象。只是讲有意识的传播现象，咱安怎去传达，这是咱等下要讲的。好，另外咧，咱讲传播伊的效果是啥物？就是讲，我成立一个公司台语台我的效果到底是啥物？有偌济人去看，就是受众，我的观众安怎来去使用这个媒体？因是透过这个公司台语台去做语言学习，做情感的交流，还是讲？做一寡，咱讲伊会当做一寡绘本啦和台语口的人会当讨论来去用。另外咧会当解说讲，咱的这个观众朋友安怎自传播内底去学习，这就是咱头拄讲的语言学习的这个观点。不是个咱即阵爱做的物件，除了台语学习，咱搁爱打进前的，毋若是台语学习尔。咱安怎甲这个流行文化传播的现象，改变做流行。这是未来咱会当去思考的这个方式，跳脱语言的这个层次，学习的这个程度，咱已经有够深啊！即阵咱就要甲伊普遍化，安怎甲伊拍搁较快这是咱要去想的这个部分。另外就是讲传播安怎甲人的这个观点价值一点一滴来形成，这是咱会当看到讲这个族群媒体，咱头拄讲客家台、原住民族电视台，因为有一寡认同。族群的认同，另外咱台语台也是讲咧做台语的，安怎透过伊的这个影视音的这个媒体传播一款观点观点也是讲价值，互咱形成有这款意识这是咱解说这个传播的这个效果，这嘛是传播的一大重点。另外咱也讲用观众来做分类，咱会当讲做内向的传播，阿明家己对家己讲话。我家己讲好，我要好好为台语来推广。我要好好为台语来推广，我要安怎做？我先来咱讲英语的 murmur 啦，我对我家己讲，但是我毋若要对家己讲，我开始自我的人际圈内底开始讲，影响我身躯边的人，这是人际传播。面对面的传播，这是咱讲人甲人之间，这个可能毋是亲像咱即阵啦，这是透过咱讲线顶这个方式，但是面对面伊也是有伊的效果，直接的这个部分来去做传播的这个呈现。另外，面对面较少的人数变小团体、大团体，亲像咱讲的，伫这个社群传播内底，我会当去做，咱讲甲这个壳甲伊混较大咧，另外到团体了后，公众的传播，即摆我就是。咱讲类公众的传播啦咱即阵差不多有40-50个，若是讲这个公众的传播，较早咧是真正对众人开始去做传播的，这个人数会又搁较悬。另外对一个组织的这个传播人数又搁较大。另外大众的这个传播就是咱头拄讲的电视，也是讲这个广播即款的，较早认为讲哇，伊的效果就是砰出去，我接受的人。会当愈来愈侪，国际传播是即阵咱要甲伊台语传播行向世界的一个物件，所以即个物件呢，除了新闻以外，流行文化的即个元素都非常重要。这是先用观众的即个分类来去讲。另外呢，咱即个媒体来去做分类，媒
媒介啦吼，我安怎用这个媒介？口语是一种，文字的传送嘛是一种。咱头拄仔一开始讲的，这个台文通讯，文字的传送，也是讲毋是语言的这个传播，咱会当用多样。即阵社群媒体真兴，亲像你看到台语台，逐工一个咱讲多样，头顶咧有一寡台语甲汉字，甲伊还佫有一寡例句，这个就是一种这个非语言的这个传播，佫有数位的这个传播，即阵咱讲到数位的。有一寡 AI 的物件嘛入来，这是媒介来做分类。若是另外咧用这个目的来去做分类，有新闻、广告、宣传、公共关系，佫有电影等等。所以咱新闻的这个部分，咱嘛看到讲，已经做真侪的这个成分伫咧广告咧，这个部分嘛是有。咱即阵要互大家过来看一个广告，这个广告咧是台语，但是伊的这个广告的这个内容咧，是这个较新的这个物件。你敢知影麦当劳的牛巴burger为什么这么好食？因为有新的三撇糕，会传回8%纯牛巴，淡薄胡椒，淡薄盐，就足有滋味的，就是哦。汤是袂包泡个幼米，你看到刷到，食到嚼到，蓬松个 Q 软哦。青菜是很黑很硬，而你剥起来会卡子，足清脆。莫怪遮尔侪人爱这味，逐摆用心拢是为着好滋味。你看文具所食班麦克食得正味爽脆。好，这个咱讲。广告内底伊即个影片内底，咱先来看伊点的人偌济，236万。好，这咱头拄仔讲的效果已经形成啊。好，这嘛是咱讲伫咧一片华语的广告海内底，我用海来去甲形容伫即个海内面，头拄仔讲的迄个咱讲。店前的光丽店前的光丽气氛已经有淡薄改写，236万，这比其他的这个麦当劳的这个广告来讲伊的效果搁较深这咱嘛知影，这是真出名的这个阿瑶导演来去做配音的另外咱头拄嘛讲到的亲像即款的这个物件，咱要安怎搁家己做搁较快的这个推测是咱会当搁去。做的这个实践的这个工课啦好，所以咧，咱搁转来咱开始要来搁看讲，好，即阵咱台语传播已经有遮的这个物件，广告嘛看到遮侪效果咱到底安怎搁甲打进前？毋是干那咱台语课仔内底啦是讲即阵学生囡仔有心要开始做的，因会让做啥物款的这个方向来去看。好，咱搁甲台语传播的这个内容，搁甲搁较倒换来一个啦好，这个台语传播的这个内容咧，咱头拄仔讲到有真侪现象，从遮的这个现象内底，咱安怎搁甲伊这个每一条拢甲伊 Q 好势，这个现象咱已经看到看到这个现象，咱安怎甲伊变做一个，咱讲一个传播的这个模式，自阿明开始讲，我要做一个台语有意识的人，去甲台语台做台语的这个公共的这个传播，另外咧，即阵咧做国际台语的这个传播，咱建立一个这个模式，恁咧所以恁会当安怎去鼓励？可能有真侪人嘛是老师，咱会当跳脱，咱讲除了有语言学习这个阶段，恁会当安怎引带因去，甲即个现象解释好清楚，甲即个模式甲建立起来，另外，台语的传播有真侪主题。你要安怎甲这个主题家做一寡完整的呈现？另外咧，咱讲家形成一款理论的这个视野，互大家有一寡理论的这个背景。咱头拄仔讲的亲像这个店前的光丽气氛迄个理论应过嘛是咱讲伫咧西洋的这个环境迄当阵是咧讲德国的这个选举，共款咧。这个意见主流的这个声音愈来愈大，我较支持迄个袂当选的迄个人，
声音会愈来愈细。啊，用即款气氛，咱家己放伫咧语言的这传播理论内底，咱来去讲这嘛是一种方式。啊，不如讲咱讲传播理论无法度完全本土化，所以咱安怎建立台语传播的一个理论嘛是阿明即阵咧做的。除了有实际，咱讲台语传播的内容啊，即阵嘛要建立有一寡学术的这个基础。即个学生囡仔咧，学术的基础在啊，因会当去进行因的这传播的这个实践，安尼物件较会到达。这是我即阵开始咧写的，嘛是我论文啊这个博士班的这个论文咧做的这个物件。好，另外咧讲到这个 cultivation theory 啦这个汉化理论什么叫做汉化理论这个理论呢，其实是讲电视若是看伤济，会被电视呈现的内容影响豆豆认捌现实的这个世界，会较活电视内底电视内底所描述的这个世界。这个 cultivation theory 汉化理论这个理论其实是美国咧做什么？这暴力的这个研究迄当阵咧伫咧1970年代、80年代啦迄当阵美国的电视拢是杀人啊暴力啊枪杀案啊买手咧因就研究讲，你电视看伤济逐工都会认为讲，咱这个世界这个内容拢是较哇，真正这个电视内容所呈现的，都是逐工有枪杀案咱嘛看讲，这个最近几十档啦20-30档来其实美国拢是有呈现这物件但是咧，这个咱安怎用汉化这个理论cultivation 其实伊若是照英语来讲伊就是培养咱若家己变做就是一个较好的这个理论，若是家己应用伫咱台语传播的这个部分，咱台语的电视看伤济，咱会当互正面的内容来去做影响，但是咱无排除一寡负面的内容但是咧，咱会当互这个世界靠我电视内底所描述的这个世界，所以头拄仔嘛讲我要解写的是这款负面的这个部分，来形成一套属于咱台语传播的这个新的传播理论这是咱看到的这个 cultivation theory， 所以这阵阿明嘛咧做就是讲解写一寡理论。好，另外咱头拄嘛讲到台语传播和传播是无共款的有一部分的这个传播的这个理论无法度直接用台语传播的行为有一寡是较特殊的传播的这个行为安怎讲特殊咧咱等下嘛会讲到这个咱台语的传播，还是讲本土语言的传播亲像客家台，咱讲伊是较这个较有主动性的这个观众会去接受这款的这个媒体亲像咱台语可爱人一开始会真正来收听台语传播，还是讲收听亲像客家传播、原住民族传播的拢是真咱讲这先进前辈咧拍基础的这个人咱安怎来混合看主动的这个咱讲参与的人影响互更较侪主动来收看这个电视，还是讲使用这个媒体的人所以咱讲这个传播的行为是较特殊的传播行为这个特殊的其实咱拢是较正面来去看待这是一个好的这个方向就是咱讲特殊的传播行为比较过去咱要讲的传播这个咱讲负面的这个理论的这个概念，咱家解写做台语的这个传播是正面化的这个部分，这嘛是咱一直去强调的这嘛是我伫学校内底一直甲学生囡仔讲的，咱爱看到的这个世界，台语的世界爱活较正面咱传达的物件但是咱看到讲亲像真正有去互这个翕相的就是台语的这个 YouTuber 伊去日本这个无好势啦这个尾仔伊就是一开始用台语的这个内容去传送得到 YouTuber 100万的这个人数的这个订阅的频道啦不是讲伊尾仔走整去伫咧日本出代志了后，同款就是尾仔嘛无用台语这个现象咧，咱讲咱千万都毋通造成有即款的这个传播的这个行为咱
爱做的物件，就是现实的这个世界会当描写，还是讲这个图样吼，咱电视影像，还是讲内容的这个图样，会当较活咱正面的这个台语的世界，还是讲正面的台语形象，正面的台语人的这个意识，吼，这是咱即阵台语传播上介重要这个部分。吼，所以个回过头来讲，台语传播，咱头拄仔第一个现象是郑义龙的这个事件，吼，咱台语人会当安怎去甲因解说，吼，就是讲拄着吼，足侪人要来你，咱讲华语讲的出征，要来甲你这个洗你的版的这个时阵，咱会当安怎用较客气的这个方式，形容吼咱所看的台语的这个世界，吼，这个物件嘛是豆豆来去做回应，吼。好，所以咧，台语传播本底是一个实践的工课，要互伊变做是实践的这个学科理论以外有一个学问的这个产生，啊，这是咱非常重要的这个代志，啊，就是讲台语的传播，咱脱离了这个实践的这个部分，咱建立学科，但是袂当脱离实践的这个骹步伤远，但是伊必须爱学术化。啊，这部分咱会当安怎去写？啊嘛，望济有兴趣的人啊，当对这个阿明来做伙来起稿啦吼，这个台语传播学问学科，吼，甚至咱甲这个领域会当带去国际，吼，好，啊，咱进一步来看讲，咱透纳这个传播的概念，吼，咱过来思考一下，啊，这嘛要问大家问题啦，吼，好。第一点呢，是咱借用拄则迄个信息符号的概念，就是有传有接，这个传播的这个行为，传播的过程才算成功。好，啊，所以我改写这个台语传播的定义哦，吼，改写做是咱人哦，无论你是透过白话字哦，台语也好，台文汉字，也是甚至是口语哦，传达、接收、回馈信号的活动。啊，这是一种台语传播，我甲落的定义。第二种是咱人吼，也是讲台语人，若是台语人吼，咱人互相交换咱台语的这个意见，啊，台语的情感，啊，也是讲台语的意识思想，啊，这是咱互相理解和影响的这个过程。好，另外咧，台湾的台语传播现象，啊，毋是当咧起步啦吼，就是讲当咧 ing 啊，咧进行中。咱来大大来推测，啊，这是我家改写的。好，啊，直接我就要提问大家，吼，若是借用这款的这个台语传播的这个概念，你有啥物款的这个想法咧？来，有人无？啊，这场大家足点的，咱来点名好无？咱台语人袂当遐点，吼，咱爱互伊搁较侪活力。好，差不多 Lucy 有伫即个线顶留话啦吼，伊本地讲即个义农迄个事件吼，咱过来邀请伊来讲即个台语传播，即个新的定义啊，你有啥物看法？啊，第二位吼，家好无？即个古字即人土土即个家，伊讲台语是伊创造的物件吼，伊头拄也留话啦吼，啊，咱即阵请恁两个来讲台语传播新的即个定义。有伫咧无？我是 Lucy。你好。嘿，你好，嘿，啊，即摆咱咧讲是台语的定义，就是咱即个画面咧讲的即三条，我的意见嘛。是。嘿，我感觉是写了真好啊。就是传播就是爱透过白话语，也是台语，也是台文的汉语来传达、接收、回馈。顺和的活动，嘿，啊，这就有讲的含写的两方面嘛。啊，我感觉讲的可能是，阮即样的是细汉有讲过，啊，即摆这字安尼看吼，阮就是会当去甲读出来。啊，但是若囡仔即辈的，嘿，我是伫高中服务的，啊，阮的囡仔10几岁，你若讲要伊看这字吼，啊，就会甲读出来，因可能就较有困难啦，嘿，啊，这方面就是，我一直咧找办法来讲，互囡仔看要安怎甲教伊会当较
较会当有迄个想法要来学，啊，搁会当慢慢学甲会当讲啦。啊，大家有一寡方法嘛是，若是讲尾啊，讲师有一寡对这方面的迄个想法嘛会当甲我教一下安尼啦，嘿。啊，过来就是讲，咱人会当交换意见、思想、感情，互相理解和影响。我感觉这个搁较困难一点嘛，嘿。若是囡仔辈来讲吼，因着还袂晓讲，看着迄个台语，也是迄个台文的汉语，伊着会晓读。啊，若要搁进到即下，着搁有一寡，着爱搁较久，学较久安尼啦。啊，毋过我嘛是赞成老讲师讲的，讲台湾的台语即个传播的现象是，即马在 ING 啊，逐个着爱大大来推送安尼啦。嘿。非常感谢 Lucy。我完全赞成老师讲的话，嘿。好，感谢 Lucy 啦吼。Lucy 头拄嘛有讲到，就是讲伫咧教育现场吼，其实也算第一档吼。咱讲伫咧高中也是讲国中啊嘛，感谢安珠老师吼，佮有侪前辈拢杀真济。啊，不是个人其实嘛拄着讲第一年的即个状况吼，其实真正的即个学生囡仔吼，因长即个若是高中1年的吼，因可能长3档去啊。不是个咧，这总是一个开始啦吼。咱讲安怎？互因透过其他的这个传播的这个媒体，好，亲像讲伫咧旧年的时阵吼，我嘛去教这个师大的这个咱讲第2专长吼，这个语言的这个咱讲嘛是老师的班吼，啊伊嘛是第一现场的这个老师，因就用真济方式吼，甲这个白话字甲伊按伫咧咱讲什么卡虎啦吼，也是讲。用一寡较流行的，吼，咱讲流行音乐的物件，吼，去互因做这个接收的这个动作，吼，这学生囡仔，吼，咱有一寡物件，其实会当互因接收搁较紧，吼，也是讲透过一寡活动的这个部分，吼，虽然咱讲白话字台文的这个汉字，吼，其实因真正看有困难，吼，不是讲咱讲。这个物件总是爱开始，啊，咱讲自即阵的吼，国中、高中开始咧读的时阵，咱就会当渐渐看到伊的这个效果出来啦吼。好，非常感谢 Lucy， 过来，咱来邀请这个另外一位阿嘉，有伫咧无？哦，伊无麦克，好，无要紧，安尼咱就搁邀请一位好无？我看一下吼。好，嘿，恰恰是老剑先做厉害，来恰恰前辈你好，有伫咧无？老师你好，你好，来，你来讲话，嘿，咱讲啥物啦？台语传播啦吼，咱讲新的这个定义内底，咱甲伊变做这3部分。啊，这第一部分咱头拄讲到吼，文字也是符号啦吼，啊文字符号甚至是口语，咱做这个传播的这个活动伫咧吼，这是第一点吼，所以我甲伊介绍做白话字、台文汉字。啊，第二个就是咱是讲吼，台语传播是咱台语课仔内底互相交换意见，咱即阵要甲这个交换意见、思想啊、情感啊，吼变做一个意识会当互相理解和影响的这个过程，咱自台语课仔推进前吼爱。影响搁较侪人，所以咧，咱讲即个台语吼，诶传播现象，当咧起步，咱毋能爱大大推杀，甚至爱甲伊杀去甲即个海外去，吼。所以咱自即3个定义，咱请即个恰恰来帮咱补充一下，看下面有倒位会当搁改写一寡无？你写了真好啊，讲了嘛真齐全，我感觉真理想，因为咱台语要传承吼，需要听。讲、读、写，拢爱会晓。安尼咱的语言才好度传承落去。因为咱若敢若会晓讲，会晓听，啊袂晓读，袂晓写，安尼嘛是算青的牛。吼，因为咱的语言无法度传承，咱的文化就会失传去。是。嘿，所以我感觉要学语言，这4项绝对要做到到。所以我感觉你安尼。做得真好啦！
我也真欣赏。我拢对安珠老师吼，骹步去行吼，安珠老师对我牵线足大诶，真感谢吼，以上是我诶意见，谢谢，多谢。感谢车老师，嘛是真正非常感谢安珠老师啦吼，因为咱讲这个台语传播啦吼，咱讲就是足侪人吼开始安尼一坎一坎安尼甲伊踏起来，踏甲咱即个坎，咱安怎即个接手，还是讲咱继续延续即个坎，踏到另外一个坎吼，这是佫需要佫较侪人吼来去即个斗相共啦吼，感谢。即个这前辈拢来斗相共安尼，好，这是咱台语传播即个定义。咱有即款即个定义了后，咱安怎去实践？啥物款的即个主题，咱透过白话字、台语、台文、汉字，所以咱看到讲无论是即个公司台语台也好，还是讲我即阵伫中广播电台，其实咧较早因拢无咧用台语哦，无咧用汉字哦，无咧用白话字哦。我入去了后咧，就要求因开始爱去考试哦，毋是要求因考试要求。所有的这个字幕拢爱用台文汉字，若是台语的较相关的，另外咧，因就是开始主动去考试啊。我这都无甲因要求因家己去要求，因家己讲爱考试去考认证，因即阵拢有中级的这个认证因就是我去年才入去，因考迄个3月迄斗的，就考过所以你就看到讲，其实咱咧互相交换意见、思想、情感。其实就会当互相来去影响这个过程其实咱就当搁去混化混互较快咧，混搁较济，咱讲无咧讲台语的，还是讲无咧使用台文的这个物件这种物件是无法度一个时间一个就看到伊的效果，不是讲伊是豆这个效果会呈现，这嘛是含传播的效果这个咱讲自小的物件较细，即个壳仔内底当混搁较大的即个物件这是咱去要追求的啦好，另外咧，咱就讲研究台语媒体即个使用行为咱通观察一点，充满语言意识，非常台语台文，还是讲即个白话字的人这咱会当，这是我初的即个研究的即个初步的结论啦有影，咱要有即个意识伫咧，才会去使用即款的即个媒体这是咱初步观察的即个一个人。但是你若是10当后，除了伊有即个语言意识，伊有即个台语、台文字，白话字即个背景，咱下摆即个10当后爱影响到的人，敢若是有充满意识的人，咱是爱变做是媒体。这个主流化这个部分，台语媒体主流化。咱咧讲韩国的文化、流行文化是安怎会兴？伊的韩国话毋是全球流行的，英过啦甚至咧，咱讲伫咧国际体育的这个赛场、比赛场头顶，因拢是作撇啦，是讲做手啦，等等的这个物件。但是因透过流行文化，将韩国话因会当推塞到全美流行，甚至因的即个韩国团会当伫全球来去即个流通这就是咱台语的一个机会。咱10当后应该台语传播就是国际化的即个部分，所以除了培养语言意识这个部分，咱即阵爱有第2站的即个思考就是咱的流行文化会当安怎甲全球的即个元素甲伊制接好势这是即个咱讲，咱会当学习韩国这个部分因为咱嘛来讲台语咧，其实伊的即个内容传播的即个部分，若是莫有迄个语言政策，迄当阵咧，咱其实会当行比即个市场，咱英国拢是送去中国大陆啦所以迄当阵若莫有迄个即个咱讲语言政策，咱其实即个台语媒体伊的即个咱讲咱讲观众的即个层面是全球的除了中国东南亚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等的遮拢是咱的即个观众即阵咱要甲即个台语的即个物件结合流行的即个元素甲伊混做是未来会当影响全球的流行文化这是大家会当开始去思考的即个方向好，
所以咧，头拄仔咱讲着吼，除了台语的传播的即个学科，也是讲伊的主题、伊的现象，咱甲传播的即个领域甲伊扣起来，有语言学术的即个领域甲扣起来，吼，实践的领域，吼，等等的遮个物件，就是未来咱要来去做产生的即个推销的一大重点。好，啊，即阵差不多11点的时间，咱互大家休困10分钟好啊。好，大家休喘一下。咱等下咧，就要开始来讨论讲，咱即阵台语传播研究的趋势，咱直接即个趋势伫新闻内底，咱会当看到啥物款的即个趋势？啊，因为咱讲新闻毕竟是上新的，啊，上新的咱看到讲台语现象内底有一寡整理，咱把即个整理佮改变做研究，啊，互一寡流行的文化的元素会当甲伊斗起来。未来咱讲创作媒体的即个内容，方方面面会搁较焦整。好，咱先互大家休困10分钟。好，无咱搁继续好啊吼。咱头拄讲着吼，台语即个传播研究的即个趋势啦吼，咱讲嘛是爱对台语传播的内容共款啦吼。主题理论真济，现象真济啊。咱讲即个趋势会安怎来去看？啊，咱即阵嘛有新兴的多元的媒体平台。啊，咱看到真侪少年啊，吼，即个英国我咧做迄个驻英台、驻英台吼，毋是阿华西迄个驻英台啊，吼，是我迄个吼较早咧做国际新闻迄个吼，大家若还未看过，当去找，但是我已经无咧做啊，吼，即阵就是专心伫咧广播头顶啦，吼，即个新兴多元的媒体平台，啊，除了咱头拄仔讲的，即个有影片，也是讲 YouTuber、VTuber 啊，甚至是你咧做图文的，啊，咱嘛看到讲即阵。社群媒体台语的应用非常的多，啊，未来咧，这个 AI 可能会甲咱斗相共，我都有这个同事啦，伊用 AI 咧写这个面册大文，但是这面册大文咧，安怎写安怎毋对啦，不是个这伊是会当去甲教的哦，这之前迄个清华老师嘛有讲过，教 AI 来去写诗。啊，所以咧教伊写台文的这个大文吼，其实阮嘛有咧甲伊试验一下，啊，但是咧其实拢是艰苦着我啦因为我教伊足侪物件啊，不是个这可能嘛是未来咱台语传播一个研究的这个趋势啦咱会当搁去甲观察。好，另外咧，这就是我初一寡这个研究的这个基础啦迄当阵我是研究讲这个台语的新闻学来去看讲公司台语台。伊的新闻学安怎实践，用伊来做例啦，这是之前我整理着差不多100多条台语台所做的这个新闻啦，来去做的一寡研究。好，迄当阵呢，我就讲台语新闻学爱即时来启动不是个咱嘛讲着这个自这个新闻学内底，也是讲传播的这个现象内底，其实当看到咱台语科内底的一寡变化这个第一档的时阵研究，甲第5档去研究，你会当看到讲台语科这个能量，也是讲形成的这个人数也好，也是讲所做的这个内容又搁较深层所以这咱会当长期来去做一寡研究。杨阵咧，我就写讲台语新闻学毋是闽南语的新闻学啦有一寡正名究竟错误历史的这个实践。英国咧，咱讲着。老三台台视也好中视甲华视，迄阵就是用闽南语的这个新闻来去放送。咱搁一摆来回顾啦迄当阵政策会搭必须这闽南语的新闻来去停播英国的这个闽南语的新闻嘛，毋是闽南语迄当阵嘛是台语的这个新闻另外咧，咱就讲着台语新闻。若是这个公司台语内有公共媒体，商业考虑咧，亲像咱等下讲着镜新闻，也是这个咱讲信涵老师和镜新闻嘛有咧合作，伫台语新闻这个有5分钟一个小单元，嘛得到袂少的这个咱讲肯定也好，也是讲袂少的欢迎所以这个咱讲大进前有侪基础伫咧所以若是传统媒体开始注重咱讲伫咧网络顶
嘛有开始一寡台语新闻的这个讨论。另外，迄当阵我就来想讲吼，咱的传播实践和这个台语口仔伫咧新闻领域的讨论，甲对话会当安怎来互这个建立一个咱头拄讲的台语的新闻，甚至是台语的传播的学术平台。好，头拄咱讲吼，这个语言也好，族群也好，福建语言频道，咱个讲一个是风视台语台，若是族群频道是客家台、原住民族电视台。因会安怎实践？这个因的这个语言的新闻学，咱的实践是这个台语新闻的新闻学。另外咧，和过去的这个商业电视有啥物款的这个争吵？好，伫遮咱会看到一寡问题哦，咱等来讲。另外，公共服务伊所建立的台语新闻学有啥物款的内涵？限制又搁伫倒位？好。第三个问题，我想要问的是讲，咱的台语的新闻传播，进入亲像公司台语台这款的传播领域，也是讲未来搁去研究讲，若是透过亲像国际传播、国际广播、中央广播电台这款的台语媒体，嘛是共款是一个公共的传播领域。伊的新闻学安怎来实践？是讲伊的节目安怎铺排？也是讲这个传播新闻工作者安怎实践伊的专业？制作。和铺排咧，伊是毋是有一寡较公正，也是客观，也是讲普遍观众会当接受的内容，通来讲受到语言福建的这个效果。这是我主要这个5大的问题啦，真大每一条拢会当变做是一个论文的题目。好，过来，咱来回顾这个一寡新闻学的传统。头拄咱伊讲传播的一寡内涵和概念一阵咱搁掠新闻来讲新闻有一寡价值的这个选择啥物新闻会放伫台语新闻内底伊有一寡新闻这个专业的义理的这个台选咱讲亲像台共款，伊安尼台落来，我要安怎拣，我要安怎去选，有我专业的义理伫咧。有我专业的新闻的价值的判断来去拣出来，讲即个新闻会咱放伫头条的这个新闻，还是讲伊要放伫较尾手的这个新闻，我安怎铺排甚至讲我要甲伊藏起哩，还是无爱藏起哩，这拢是我新闻义理的判断和新闻价值的精选。好，咱讲这个新闻逐工咧看新闻，相信即阵台语口的人拢会看新闻看的是可能是台视的新闻，可能是镜电视的新闻，华视的在地新闻，还是讲台语台的新闻，新闻工作者内底，逐日拢是透过无共款的这个目的，因咧做的就是逐工每工咧做的代志，就是抽样，甲这个每一个这个新闻事件改变做一个散布率，即款的这个物件，因都是目的性的这个抽样，这个目的性的这个抽样内底，我为什么要讲这条新闻？就是我有我的目的，我要传达我什么款的这个理念。另外咧，有的是逐日重大亲像讲总统府的代志啦，还是讲咱和国际物件，这抽样内底，伊的重大的新闻价值会去用拣出来，咱就来看隔壁这个部分。什么叫做新闻的价值咧？价值决定新闻的伊的面貌是啥物？伊的样态是啥物？你会安怎定义出来？做一寡铺排，伊有一寡标准伫咧。足侪学者拢有讲到，亲像讲伊咧有意向性，伊有冲突，伊有实用，伊有即时性、晚近性，这个人望的这个隐目性、人情趣味性。头拄咱讲的这个总统府的这个物件，伊就是有个重要性，prominence，也是讲真侪重大的事件是较晚理的，就是较晚近性。即时的，亲像咱即阵可能中南部咧透风落雨，这对你来讲，伊就是有即时性。可能伫台语新闻有呈现，但是伊是晚近你平常时生活，伊和台语意识无共款。但是咱讲台语台也是讲台语新闻咧竞选的这个时阵，和
商业媒体也是即个公共媒体，伊咧竞选的即个样态都无共款啊！我新闻的铺排，我要安怎呈现我即个台语新闻的即个品牌？每一个品牌伊拢无共款的价值的即个选择啊！公共媒体伊可能咧拣的，可能真正是台语新闻、台语意识的推测为主。啊，另外咧，这是可能人力的即个限制，因有一寡新闻的即个产生。啊，但是咧，商业媒体因咧做的可能是华语换做台语的新闻，因的新闻价值的选择，就是依照过去新闻即个工作者因的新闻义理，因可能就无精选到台语即个新闻价值的即个成分伫内底。吼，这是咱初有一寡概念。啊，新闻的即个专业义理内底，咱会当安怎去看咧？吼。即个酷显即个学者啦，伊就讲着吼，咱若是即个新闻专业的义理，会当分做两种哦。啊，咱来看讲台语新闻工作者，尤其是台语台新闻工作者，也是讲有即个主流意识咱讲台语主流化即款意识人，伊会做倒一种的即个咱讲即个专业义理的判断，也是操作。第一个，我是叫做中立的守门者。守门者伊就是利用这个骹球的概念啦吼。我每一关新闻安尼三星，我拢爱做一寡把关吼。当然，即阵咱看到新闻话乱糟糟，伊就是欠把关这个动作。啊，但是咱做一位中立守门者，伊要求专业的新闻报道爱客观来呈现事实啊，这是较属于早期主流的一寡要求啦吼。另外，咱台语的部分可能是另外一种吼。也就是参与的鼓吹者，伊认为客观根本无法度达成代志，无法度达成的代志，无法度达成哦。伊认为记者也是讲遮个传播媒体工作者，伊爱负起社会责任，积极来参与政治的建设，为弱势团体来发声，甚至爱为公众利益来挑战霸权。这若是应用伫台语的工作者内底。咱可能是爱即个传播人才、新闻的工作者，伊必须要参与鼓吹，鼓励大家有台语的意识，即个监督政府，做语言传输，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的即个产生，为咱台语弱势啊变作强势，甚至爱挑战霸权等等的，所以等下我就讲着，我就是徛点。咱台语新闻的工作者，台语传播的工作者，咱拢爱正做是参与甚至是鼓励大家的即款角色。另外咧，咱等下嘛会讲到另外一个讨论，就是新闻的科价啊。科价咧，就是咱讲一个价啊，这个价其实会当影响你看世界的方式，英语或者是 news frames， 这个 news frames 对新闻工作者来讲呢，伊就是产生主观解说的一寡结果，甲物件斗起来，甲这个科技要等互观众朋友，这个科技就非常重要。这个参与鼓吹者，伊弹出来新闻科技，互你是虾米款的新闻科技台语意识的新闻科技台语活动的新闻科技咱等下再来看。即阵咱过来。咱讲回顾进前台语新闻的这个转变和发展这是2023年甲1963年拄好60档迄当阵安怎讲呢？教育部迄个广播和电视无线电台节目辅导的准则第3条规定讲这个广播电视广播也是电视台对国内播音的语言以国语为主。就是迄个北京话啦方言节目袂当超过50%，这是迄当阵也袂当50你阁有49个空间伫咧1963年到1975年6月迄当阵的立法院决议讲，广播电视法第20条伊讲啥物？电台对国内广播播音语言应该用华语为主，方言呢应该当年都要减少。所应占这个应该占的这个比率由新闻局来看实际需要来定定
啊，这个新闻局咧，迄当阵就知影是啥物人吼，做新闻局长。这嘛影响到尾手，咱除了有语言政策，佮有广播电视款的这个部分，直接写入去法内底，害咱即阵爱开遮尔济缺力，所以咱佮看到讲1976年，这广播电视法施行施行，新闻局规定所有的广播媒体方言播出的这个节目，袂当超过20%，共款逐年要互伊消失。伊的目的就是要互伊消失。到1993年7月14，就是济先摆开始咧做这个咱讲倡议，互立法院甲这条第20条对本土语言的限制，甲伊汰互掉。过来，咱来看到讲迄当阵开始出现甲消失。像做1979年5月，甲1980年代3月底咧，华视捌伫咧拜六的下晡半点前久闽南语的一礼拜即个新闻报道。过来咧，1980年代差不多同个时间即个1月初1，就是讲华视生出了后，佫是中视啦即个闽南语新闻即个开始来放送。同年11月初1，伫咧中视的即个中岛市的新闻内底加10分钟是龙戏的即个新闻1987年11月初2，迄当阵咧台视、中视、华视迄当阵也是老三台时阵，即三台共日来推出着闽南语的即个时段啦台语伫逐工的11:40加12点。有乡亲你好，台视新闻、闽南语新闻中视新闻闽南语时间拜至即个拜5，即个5:10加5:30。迄个时阵也是用闽南语的新闻，时间拢是短20分，亲像用分安尼分10分钟，我加互你10分钟去报龙戏的即个新闻到1997年，迄当阵咧民视无线台来即个放送。暗时新闻就是用台语的播音来去制播。另外咧，1997年10月初咧，晚安你好啦华语新闻改做闽南语新闻来放送，但是咧1个月就收淡去2008年咧，公司制作台语新闻、中昼新闻暗时新闻头一届用台文字中昼和暗时来做新闻的即个时段号名。展现的是台语的主体性。到2011年，迄当阵呢，一定是嘛是有做台语新闻，但是咧拢是华语改的啦2011年做到2013年9月就停播，尾手个有一阵伊个活起来，但是活无久啦半冬的这个时间佫停起来。一直到咱看了即阵较有即个咱讲历史的除了华视台语新闻在地新闻4点，迄嘛真久台视新闻台伫2015年1月初来去成立，因为整体反应袂歹所以佫伫咧主频道8点开始有台语新闻，本地是新闻台的时段尔。一直到公司台语来成立开始放送4节新闻不是个咧，这4节新闻内底中昼的新闻是和这个公司来去联播啦但是2022年，咱嘛看到讲囝新闻来开台，迄当阵嘛有配台语新闻，头拄咱嘛讲着和这谢涵老师有真侪配合，即阵嘛有这个咱讲的这个试验啦不是个咧，咱讲除了公司台语台即阵也佫有华语化的即个现象啦除了咱讲有一寡新闻啦因为伊也是有翻译的，不是个咱即阵嘛看到讲配音的老师也好侪拢是较即个先进较即个咱讲后辈的人伊嘛开始有一寡台语的意识的即个产生，所以华语化的现象比较即个5当进前已经有较改善不是个也是有淡薄好，过来咱就要回过头来讲公司台语内底咧逐工新闻的这实践，同款是我做的即个调查内底本地咧人力欠啦但是这是即个今年进前
咱讲到的这个医生的这个关系，人力强，因安怎来去做春秋，这新闻拢是毋是哦，拢毋是这个公司台语台新闻中心家己生产的，主频道因也是华语翻译做台语，到底翻译做台语，咱头拄讲的，这个问题，佫有啥物款呢？新闻是自这个地方新闻台买地方的新闻，再过来制作，过来改写，过来过音，将地方新闻内容甲结果，改予较完整的。主要频道的新闻也是华语改台语的翻译，我去甲按算起来统计起来是每节差不多这个有8比2，甚至有的时阵是9比1。另外咧看到的这个现象是，公司台语台下晡的这个AM 的新闻和这个主频道暗时的新闻这个 rundown 重复性伤悬。这款的这个新闻实践可能新闻价值，咱个回应新闻价值精选都有无，这个空间都无遐尔大啦好，尾手咧，我就精选出来，因为人力的这个束缚是现实即阵可能公司台语台新闻部啦内底咧有节目的真正咧做逐工的这个新闻的人咧找新闻的记者，可能无超过10位。无超过10位，伫遮即个人力的即个欠缺即个情形下，因安怎做新闻的实现，还是讲新闻实践因为新闻的价值的精选，我加到做5大即个整理。第一个咱看到亲像是即个英国新闻内底生态摄影师即个做团队招囡仔哪爬山哪讲台语。这咱看到是一个较这个心得也好啦，还是讲地方有咧做一寡母语推销的这个社团，会当上去咧遮这新闻。除了咱讲这个迄个9比1，这就是这个1内底所呈现的有啥物款的这个内容来扣起来因为迄个9主要华语新闻，迄咱就莫去插。咱即阵要来精选，就是讲台语即阵需要注重的。需要去传达的这个信息，台语课内底有啥物活动，咱甲伊竞出有这5种大款这5种大款，第一个因为呈现伫咧台语文的看板内底。第一个我甲伊整理叫做是语言政策的实践，亲像学校教育的台语推广。另外，咱头拄讲着哪讲台语，哪爬山哪讲台语，所以伫咧今年这个旧年啦旧年9月进前，我即阵搁咧写一个论文的题目就是我去甲回顾讲，咱的这个台语政策必须也是讲本土语言政策，爱伫国中甲高中即个层次来去落实。我嘛有去抽这个新闻来去做抽样sample甲印出来。所以这个语言政策的实践是台语文看板内底有的一大的新闻库伫咧学校教育的这台语推广，第一，师资的问题会当去看到第二咧，就是讲学生囡仔，亲像头拄Lucy讲的，学生囡仔无遐尼捌台语也好，汉字嘛看无所以这个时阵每一年，因为咱台语的这个活动、台语的内涵、台语的内容无共款，所以影响这个新闻的这个科架这个新闻科架会互咱。搁另外一站的这个思考就是讲，咱台语即阵面对的这个问题，咱拢甲精选出来。这语言政策实践，很少时第一档真正是拄到问题，但是我头拄嘛讲5档后、10档后，这个新闻的科架会改变，会改变。好，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台语也会通这是国小用母语来去推测天文科学这是啥物款的这个身份呢？就是讲这应该是项第一个教案社会教育实践的活力相对学校教育这个推广母语社团的台语推广这嘛是伫咧新闻科架内底会去看到这就是咱讲的，比如讲这个世界母语日的这个活动还是讲生活节还是讲音乐咱用台语去演出戏剧这拢是除了社会这个学校教育以外推广，就是社会教育实践的这个活力，会当看到新闻科架台语文看板的这个部分。
过来就是台语和台湾流行文化的这个再现，包含网络的台语的网册，伊翕影片和出版。另外呢，就是讲台语的这个新的这个戏剧，是讲台语流行的这个科仔，台语科仔流行的什么物件？这就是我精选出来含头一段，咱第一点钟讲的台湾台语的流行文化的再现到底有啥物？咱伫新闻内底去看到有无？还是讲这个能量有兴无？就是台语的流行文化一定要兴，咱未来才有法度，甲这个新闻的内涵、传播的内涵打向国际。这是咱未来应该要看到的这个物件。即阵咱看到这是英国啦，这是鸿辉，伊就是这个本地这个有真好的这个职业，尾手伊选择等于这个南投寿天宫来去做庙公，做庙公咧用台语文来去做庙的这个宣传。伊这个少年兵咧，望透过伊的这个方式来去延续本土文化。伊的物件毋若接这个真落好贵，嘛含这个国际也是讲流行元素有到达，这就是咱讲即阵台文爱看到这个物件，所以伊未来咧除了图文的这个物件，若是讲亲像有人对着边，甲伊的这个流行的这个元素，甲伊学起来，未来咧甲伊创作一个这个影视音，有影。有电视的流行物件，是讲这个文章内底，这种当撒互伊国际安尼。好，另外咱看到讲较济物件有原是过去咱有诶，咱受到威权的打压，这个历史的这个思考，对历史的另外一层思考，嘛互这个台语的公民有这个社会对话的空间，这是咱看较济。这个是同款嘛是流行文化，但是伊要讲的议题就是较深，就是咱英国受到的受过这个压迫的这个历史啦，伊透过歌曲来去做呈现，所以要透过这款的流行文化和历史，会当对话，互咱这个新闻的这个科技会当产生伊这个一寡和民众这个对话的空间。好，另外就是咱讲的。即阵台语现代化的困境甲突破，台语现代化拄着啥物款的这个困难，但是我想象这个我做的这个研究的时阵，甲即阵有影有一寡变化，我看到这个例是讲，台语文欠字，台湾设计，推测台湾客语合用字体排解，即阵嘛真侪人咧做啊。咱嘛看到广告部这个书店内底，这嘛是台语传播非常重要的一个坎咱看到讲台语这个书店内底已经会当用语音来去做辨识，会当随查随有一寡这个字咧透过这款这个方式，你知影伊的音，但是毋知伊安怎写透过这个方式会当去用，所以咧咱已经开始咧突破过去这个台语路长过迄个时间，迄个历史。已经开始有困境的突破，这咱会当伫新闻内底去看这个情况明所以新闻科技咱头拄嘛一直咧讲的，这个新闻科技伊的竞争、伊的变化是完全依赖就是看重讲大家咱伫咧台语科安怎互这个活水伫咧台语科流，这个新闻科技伊的变化，代表讲咱新闻的现象。台语传播的现象是哪来哪现？OK， 这是咱看到的台文字欠字的问题。这个咧咱嘛讲着这个苹果啦要互 Siri 讲台语，变调含腔口差这个人捌上头疼人捌的捌拍毋着去啦好，咱即阵就来试验讲苹果有咧改变无Meta 是有咧改变，但是Meta 迄个版本我嘛甲试用过英语对台语真正无法度，但是你要叫伊讲台语咱来试看觅。Siri， 你敢会晓讲台语？伊写讲无清楚啦敢有其他需要斗相共的？好，咱用华语问伊，可能才听有。Siri， 你会说台语吗？伊讲台语，我会晓讲一丝但是讲了无好，我甲伊拍开。Siri， 你会说台语吗？
你咧讲啥物？我听阿无。啊，你咧讲啥物？啊，亲像花青文共款哈。Siri， 你会讲台语吗？哎 ，Siri， 你会讲台语吗？台语，我会晓讲一丝啦，讲了无好啦，真歹势。哦，好，这就是吼，要互 Siri 讲台语吼，变调含腔口差，这个人脉上头听。啊，不是讲咱嘛知影，即阵 Meta 有咧做，还是讲 Google 有咧做，还是讲这个咱家己本土的语团有咧做啦吼。等等遮，其实咱讲未来啦吼，这个台语的现代化和突破啊，伫咧咱台语传播即块啦吼，一定会突破真济，只是咱讲即个速度吼，未来我咧摇啦吼。应该就是这3-5年内底，咱会看到一个大成长。啊，这嘛是咱讲台语吼，自新闻内底会当看到台语传播现象的一个变化。啊，这嘛是这个蔡安米老师啦吼，伊嘛伫去年吼得到这个本土语言的这个贡献奖，吼，同款咧翻译做天文啊，做 NASA 的这个网站，吼，这嘛是咱讲甲英国吼无共款的。啊，用无共款的即个咱讲台语的即个元素内底，和无共领域来去做结合，啊，亲像台语传播嘛是一种，哦，所以咱会当邀请搁较侪人来倒推测台语传播，哦，毋若是干那即个内容，哦，研究学术的即个物件嘛是共款，哦。对个结论，哦，咱头拄也讲到吼，5个大的成分伫咧语言政策的实践。啊，咱讲到这个语言政策，不断来推测。咱之前看到第一个本土语言的，然后台语的这个老师，伫高中、伫国中来产生。啊，尾下咧，咱看到讲今年咱这个语言政策实践，亲像台南嘛是讲这个足侪地区的拢有开，较侪野的这个学生，这个老师的这个部分啦，所以咱这个尾下新闻科技下面的计划就是要甲这个。咱讲对无共年代，甲即个新闻科技的变化，甲伊写好清、写好明，咱就当看到讲，咱伫咧即个复正语言的即个过程内底，透过语言政策的即个实践，咱有搁较深层，咱有搁较透漏的一寡台语推测的即个部分，拢是有政策开始。过来就是咱头拄仔讲的社会政即个教育的即个实践的活力啊，咱讲真正咱台语课内底以外，咱安怎塞出去？实践的活水活力爱有另外就是台语的即个台湾即个流行文化安怎亲像头拄仔讲的，甲变做是一个流行文化亲像韩国咱有搁较侪网青台语的网青出现，台语的影片出现，台语的出版出现。真侪即个少年辈台语课内底就咧讲，咱是毋是无即个台语版的伯恩碧温福温伊迄款较口细，但是佫有一寡咱讲较有知识的物件，咱会当甲迄个转化。虽然讲即个曾伯恩有当时用骂甲臭头去但是亲像即款的即个物件咱安怎佫甲伊做一个？搁较大众的这个传播，就是台语台湾文化的流行再现啦，另外，咱讲到威权打入史甲这个部分，这咱有历史，但是伊安怎和主流的，因为有一寡历史已经离这个少年辈断层伤久因安怎有互伊新的这个转译的这个内容出现？这是咱自新闻科技未来应该期待的这个咱讲传播内容的变化，另外呢，台语现代化的困境甲突破，所以咧，咱讲新闻科技的竞争所以咱就讲台语科的这个社群、社团安怎发展，其实会影响记者采竞选新闻的这个准则，所以这嘛是要鼓励大家啦因为新闻记者好，传播媒体工作者，伊当然会当做一个较参与型的鼓吹的这个效果，还是讲参与的这个角色。不是个嘛是爱靠咱台语的社群内底，即个活水更较兴利。所以我未来建议就是讲大家除了这个公司台语台啦是讲咧做传播台语传播的传播工作者，伫咧新闻专业义理内底扮演较积极的这个参与鼓吹者啦另外咱讲到
这个台语社群虽然有这个晚近性，但是咱的流行音乐性爱搁较流行文化性爱搁较侪咧另外咧，咱讲到这个部分也是一个较粗粗较浅的一寡研究的这个心得啦不是讲咱讲未来咧，咱会当自语言学的成分来去看台语的传播的这个研究，和台语的新闻这个研究啦这是未来咱会当去好好来去做的。过来，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咱这个咱咧讲台语传播甲即坎真侪亲像我咧英国咧报台语新闻的这个时阵就是这个新词的这个问题。咱嘛看到讲，即阵公司台语台已经咧做的，就是新词的这个委员会这个新词的这个委员会咧，就是会当互咱讲譬如讲，迄当阵疫情期间要注疫苗这个防止预防射等等的，还是讲有这个隐形缺氧新词要安怎讲咱就来看因即阵安怎咧做。这嘛代表讲台语传播行到即个坎无共款的即个赞处咱先来看第一个这个你若是网络甲点入去台语的即个新词词库内底伊嘛等于是一个另外的即个词典伫咧伊的词就是较新而且呢，这是有经过侪的即个前辈咱讲台文界的即个学者也好，台文界的即个顾问也好，还是讲这个使用者来互相去讨论亲像这个一开始伊的这个例窑烤面包要安怎讲伊来讲这号就是油烘胖好，透过这个油来去烧来去烘的这个胖就是窑烤面包若是讲起始地要安怎讲，因就做伙讨论佫有无共腔口差生炭地过来是生炭地同款咧，你入去这个部分伊同款嘛是有这个声音档互你另外咧，咱佫较侵占的佫较看佫较侪物件若是有新的物件比如讲咱迄当阵咧 COVID-19 时阵有传播链有的物件就是台华共同词的，伊嘛甲伊输入来。另外咧有一寡新词，比如讲标靶药物伊就是照字甲翻华语这个华语汉字做台语汉字来去使用另外咧比如讲隐形缺氧、温型缺氧伊就是因安尼去讨论但是有的物件咧是过去长了一段时间因为有这个讲法，伊嘛有甲伊藏入去这大家当去做一寡这个使用这个因为特别甲我交代啦帮因推广一下但是咧因这是初开始尔，所以有的物件无到遐尼焦遐尼长无到焦长的大家就小多多包含一寡啦另外咧，亲像讲这个路透社这就是 Reuters 亲像英国下面咧报台语新闻的时阵国际新闻亲像定定处上报着路透社伊当阵我来讲 Reuters 就是直接讲英语不是讲伊嘛甲伊翻出来，这嘛是一个真好的这个部分咱嘛来看讲，其实咧日本因的外来语非常的济因其实嘛是有一款这个新词委员会这个部分，只是因的这个赞助是压到国家的这个赞助来去做一寡认定。为了台语台安尼做其实嘛袂歹做一个媒体，因为必须要使用着遮尔济这个新词，逐工咧报新闻，所以咧都爱有即款的这个委员会逐工去讨论，毋是逐工因是差不多一个月一届，还是一季一届啦所以这咱拢会当去甲伊行看看咧。亲像咱讲一寡地号名有一寡原则这嘛是这个原则咧。其实咱进前若是有听过阿明演讲嘛有听过啦就是先使用这个科学老师迄版的这个迄当阵台语客语若是讲亲像地号名葡萄牙也是讲这个有一寡甘字典内底有诶有诶物件就照迄个部分甲伊做一寡定型，不是说伊只定型互你诶后壁就是会当做一寡参考伫咱会当
有一寡较正确的即个思考的即个方式吼，但是伊无完全正确吼，这嘛是会当搁去讨论的啦吼。好，所以这路透社是咱头拄仔讲的例啦吼，葡萄牙，伊内底嘛有一寡例句吼，你会当去听吼，汉罗的例句是啥物吼？管理处亲像这管理处是即几当是积极扩大即个野生动物的栖地吼，亲像安尼，互因的生存空间搁较有保障吼，亲像安尼即个例互你啦吼。好，这是咱要互大家有一寡新的物件，就是讲咱台语传播讲到即个坎啊，其实新词的制定讨论，因为咱讲词新的概念，伊迄个转有够紧的紧这嘛是咱讲台语传播一个新的即个突破的即个开始啊所以这嘛我嘛甲伊看作是台语现代化的困境甲突破这嘛出现伫即个公司台语台即个咱讲新闻内底啦这是要互大家一个真重要即个例。好，咱即阵时间是11:50啦即阵咱嘛会当开放互即个咱的即个朋友来做另外即个讨论先把时间交互咱的安祖老师，是有人举手。卡洛举手啊，卡洛。好，来请讲。我想要问一寡语规词咱即摆若使用伫考试顶甲做专调，或是部分地台语科的人，拢会去查书本，拢有证书。如果讲到传播就无共款，会去互人骂。你若讲文字功能，你无讲今天中，人会批评。你讲感情讲欢喜，伊嘛生气。你讲春秋，你毋是讲单事，真正避免过一个绝对爱讲中文，无大家生气就是往后。你遇到即种传播，因为大家话讲爱大家听有较好，就对即个人无分断嘛，亲像讲天高落伊就看个绝对是中文写，伊就讲顶地日就嘿大家听有就好。注意到即种为着传播，互大家拢听有。你颠倒讲甲语过正统的词台落出边，大家避免。即个时阵，因为大家嘛毋是拢会去证书台语，嘛袂去查书本安尼咱要安怎去宣传这个家己讲话意思？好，非常好的这个问题啦这个其实有一种改变的这个方式，也是讲这个较。这个变巧的这个方式啦因为我咧做主持的时阵真正太侪新词咧有当时我会用另外一个方式，两种讲法都可以咱讲若是台语的这个讲法，头拄仔你讲的天高热亲像安尼讲法，若是咧形容这个事件的时阵，天高热有诶较听无，我就讲这就是恁华语所讲的这就是登革热，我两种讲法拢可以伊就袂避免嘛，我两种拢提供互你所以有当时咧，因为我嘛是迄当阵主持的时阵，我嘛甲家己讲啦新词遮尔济，若是要避免讲，伫咧节目内底完全要用台语，我会当安怎去即个呈现，就是即款的即个方式，甲即个概念，先用台语讲一遍，华语的即个意思是啥物？就是咱咧即个咱华语咧讲的啥物，还是讲恁咧讲的啥物安尼，提供互伊有另外一个思考方式。但是这第一个当避免讲伊去批评，第二个伊即个当中内底啦就是伊会当学着即个词，罔扣，久来就是伊的安尼。这嘛是一种咱讲传播的一种美感甲技术啦。有当时就是亲像会拄着即款较即个就是无技术学习是讲技术用即个较即个咱讲正派的即个断点的即个讲法咱会当用安尼即个形式去甲伊即个解说也好，还是讲去甲伊即个说明也好安尼，毋知即个方式敢有好势？多谢。有啦OK， 因为咱讲即个一样米饲百样人咱即个台湾米啦即个大家拢食但是毋是大家人拢即个遮尔
好礼，吼啊，咱台语人，咱会当做较好礼的这个方式，啊，咱先改变家己，吼，咱毋免甲伊冤，吼，亲像进前这个郑希龙事件时阵嘛，互我觉醒真深的这个物件，吼，咱拢莫甲伊相争，咱会当用另外这个方式甲伊讲，吼，安尼。好，这是真好的这个问题啦，吼，咱这个传播有当时啊，吼，毋是干那信号啦，吼，毋是干那符号的这个传播，有当时啊，咱会当改变落软一个。啊，转换一个讲话这个方式，表达的这个方式，啊，无你讲伊的传播的效果会更较好势安尼。好，来，各有人有这个专业的这个想法无？啊，大家问题拢袂歹哦。有无？无咱会嘿，有无？无咱请英语有伫无？我拄要走了，你就点我哦。嗨，请你来。我拄要走了，你就点我。我等下晡有会议。啊好。对啊。好。你要甲我问啥物？我今天要讲咱即阵台语传播啦吼。即阵现主持我头拄嘛分享讲，其实有新的这一寡做法，会当安怎做吼？其实台语传播吼，英语嘛塞真济啦吼。互你1分钟。无啦，无影啦，因为我会咱讲即个hiệu率，我本来想讲应该是无遮济动，啊，毋过毋知影是安怎，真正今年的量甲旧年的量，hiệu率期间比起来，其实差真济啦，就是业务量差真济啦。咱嘛会当知影讲哦，咱即马毋若是讲是公司台语台业务咧芳啊，本来华视在地新闻，因为我是华视在地新闻进前的过音员，所以我有发现着讲，即段期间其实除了传统的迄个传播媒体有咧做的工课，嘛有开真济像咱 Podcast 啊，也是讲咱台语较欠的物件，就拄古明讲着的，像迄个伯恩夜秀这种形态的 stand up 即种物件，脱口秀的，其实咱会当做侪台语人其实会当来试看卖啊，因为我知影讲高中因即马开始要课讲，啊因对课本内底的物件若是无共感，因学起来感觉真食力啊，所以媒体伫即个时代其实。甲课程内底，伊会有真密切的关系，会愈来愈重要。所以我嘛希望讲，咱少年一辈呢，若咧刷媒体，也是讲刷自媒体即块，也是讲像我家己算社群已经10几档啊。所以我感觉希望即个物件会当讲，咱会当对着华语成功的模式来做咱台语现有的资源的一个更新安尼。非常好的这个建议啦，就是讲。即阵咱有一寡基础伫诶，咱安怎搁一步吼，搁加一个坎起哩，吼，啊，即个坎呢，咱会甲即个成功诶即个模式吼，一定会比华语较好势安尼，吼，咱已经有即个基础伫诶安尼。好，非常感谢啊。好，多谢，我要走啊，拜拜。好，多谢。PPT 可能拍毋着，多谢。好，若无问题，我甲时间交转去互咱诶安珠老师，啊嘛非常感谢。咱侪好朋友啦吼，伫咧风台吼透风路吼，大家嘛是爱非常平安吼啊，继续为台语来去推动，为台语来去拍拼啦吼啊，作为一个新的即个台语传播的即个，咱讲即个一个兵啊吼啊，希望大家搁较侪吼，即个传播的兵入来吼，咱台语传播哪来哪行安尼，非常感谢啊！多谢。啊，所以就是讲，咱后礼拜吼要请张雅文老师，因为咱今仔讲的是讲为媒体角度来思考台语会怎安怎发展。啊，咱后礼拜是要咱关怀安排伫讲有古早有现代，啊，欢迎大家来看卖。后礼拜咱是要来探讨台语汉诗内底时代脚链，就是讲以早台语其实毋是讲甲。有音无字，其实咱嘛有做着创作吼，台语的汉诗、古诗词。所以今仔日讲的是现代媒体的发展。后礼拜咱要甲各位分享的就是讲台语汉诗吼，所以有无共的面向，嘛讲各位友志后礼拜当继续来收听，网址拢共款吼，会当来遮来参加。咱今仔日先讲到遮，毋知各剩2分钟，毋知各位有啥物问题无？要甲问下请教的有无？机会难得哦。还有啥问题无？好，来 ，Hello。我想
想要问，就是讲吼，有去鼓励讲Podcast， 佫有一寡外地成功的模式去讲一寡答出过。毋过我家己经验就是，若用台语讲啥物故事啊、新闻啊，感觉真好，结果伊拢是3个人来看，就变做讲这无法度多的啊。毋过台语人嘛无爱看这种，伊嘛是爱看中文啊、韩国话，其实就是变讲吼，想要鼓励别人，搁互看的人有影无对。啊，拍电视嘛是啊，伊是一个人、2个人在看，就爱偷笑。啊，毋知影讲这有啥物撇步吼，多谢。是头拄啊，即个吼感谢卡罗吼，即个头拄啊英语咧讲吼，真济案啦吼，即个譬如讲即个公家单位啦吼，譬如讲历史博物馆啦吼，史前博物馆啦吼，即个足济博物馆吼，已经开始咧做推销即个物件。啊，即个 podcast 有咧做，啊，其实咱讲初看吼。也无看到效果，但是咧，这若会当放伫国中啊、国小啊、高中啊这学校，因为这个配咧看，其实伊的效果可能无法度一个手就实现，但是伊渐渐啊豆啊啦豆啊会愈来愈搁较混化啦其实咱毋免讲其实这个媒体还是讲这个语言看的人少。因为其实咱若去个比较啦这个台语科啊，伊的这个外围的人已经有影叫咱吸入来啊，开始外围的人入来啊所以这咱毋免累字也好啊，毋免识字也好这其实咱看到伊的这个效果出现其实咱头拄仔讲的，这个台语传播真正这个基础已经有啊，咱已经这个基础拍比这个客家电视台。或者是这个原住民族电视台，咱讲咱的这个能量，已经这个赢过因足济啊，只是咱有要搁甲安怎搁甲推塞出去安尼无，所以大家毋免畏惧。多谢。对各位阁有啥物问题来？然后最后一个问题，若无少各位的普声啦，来感谢讲师佮关怀基金会这个少年家多谢各位。感谢安老师，感谢关怀基金会，多谢，再会。再会。